幸福启动，台南市112年度心心相连甜蜜蜜家庭日，15号就伫咧台港文化中心热烈登场。活动邀请真侪新住民家庭参与，伫现场摆档介绍家乡的特色美食甲艺术文化。举办的活动的给新住民的很好，我希望每年都要这样的活动。为什么我们的新住民可以介绍很多文化，我们的文化都很美丽。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好，因为除了让我们可以推广我们的文化，还可以让更多台湾知道我们越南的特色。家庭教育中心办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棒的活动，祖先3代同堂，大家可以一起体验不同的有本国的文化，有原住民的文化，有新住民的文化，同时让我们彼此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因为这是一场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的活动，主办单位经邀请海东国小国乐团、台港国小合唱团，再来精彩表演。除了学生的演出，伫现场还有小丑剧场、魔术表演以及川剧表演等等。同时，也有闯关游戏、市府机关宣导，还有小朋友上爱吹泡泡体验。活动规划热烈趣味，市府教育希望借由活动鼓励亲子共学、共游、共乐，促进家庭情感。台南市的新住民有36000多位哈，那么总共我们的学生呢也有6500多位，可以说都是我们台南市非常重要的资产。那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目的是能够一方面让新住民的家庭能够有这样的户外那么活动的一个机会，另外最重要的是能够倡导幸福家庭日。我想家庭是孩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场域，也是第一手的学校。那有一个温暖而且温馨的家庭，就可以培养出我们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家庭的孩子。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有趣味的活动，主办单位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也安排了抽奖，予完成闯关的亲子家庭试手气。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张冰英表示，望心心相连、甜蜜蜜家庭日活动，会当教育后一代学习尊重、甲平等看待无同文化族群，实现爱从家出发、关怀无距离的理念。也祝福大家在这个丰富多元的活动当中，度过这个有意义而且温馨的团聚时光。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